谢就评前职棒的球星张志佳看年暝伫中国过身，伊的告别式伫台中的殡仪馆举行。有真个同学球迷穿张志佳当年伫世界杯远赴日本的时所穿99号的球衫到现场甲送别。另外，还有棒球选手纪俊麟嘛到现场表情真哀伤，讲要送张志佳青赢离开。就是美。前职业棒球球星张志佳看年暝伫中国过往，伊的告别式伫台中殡仪馆的景福厅举办。伊的阿姊特别伫咧会场放送张志佳2001年伫天母球场进行的世界杯精彩画面。张志佳面对日本的强力北打，送出九局完投完封的胜利，帮助台湾摕到世界杯第3面铜牌的经典过程，彰显伫亲友球迷面头前。另外，影片当中还有伊和厝内人的画面加细汉的相片。我们家兄弟姐妹感情很好，会放这些照片，是因为这些时光已经不复存在了。对，但是他还是在我们的心中。从小到大，他都是我们最爱的小弟。张志佳离开，互厝内人唔甘，过去做伙拍球的战友纪俊麟嘛来送伊最后一程。让他风风光光的走就可以。纪俊麟穿着张志佳拍世界杯时穿的99号球衫来怀念伊。张志佳姑母家乡的同学嘛来到现场来甲伊相识。去年其实我们有见到面，那我们都会说，怎么不染头发或干嘛？他说人就是这样嘛，就只要每天过好每一天。他其实对待人世就是生活，其实他是还蛮潇洒。张志佳伫看年暝时，敢若因为心肌梗塞，伫咧中国的公司宿舍雄雄过往，互亲友球迷拢真唔甘。伫咧告别式即天，穿着伊人生上青赢的99号球衫来送别张志佳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